调查这个房子，这个是让你看一下，这个是1222328是吧？这房子。我不是这个房子。我知道，但是实际上我的护照什么？那多少时间是开始的？那个，那你可以退回去。本地就这几个人在入住？我就在那边了。你信不信？如果你在这有这个房子的人有几个人？有几个人？有几个人在？现在就2个人，一个是对门的，我们刚才讲是坐这里的。一个对门的。ผมเบิ่งข้างหลังด้วยนะ